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听懂的时间。我是高伦先生。太极拳是身体底背、臀裸背拢有练到的全方面运动，有健身、强身、冇养生的功能在底背，无分年纪的态势，做得做太家人一生人的运动。等下都同先生共下来做哦。喺主要运动之前，我哋先来做热身的动作哦。来，第一个动作，颈绕环。今天呢，同先生共下做。动作一个态啊哦。再来，弯片。第二个动作，肩绕环，肩头拿上来，头前并下来，后背，安尼用肩头擘圆的动作。动作做几个态啊？向右弯片，擘圆拢有两个方向哦。第三个动作，腰绕环。用腰骨来擘圆，动作做个态啊唔怕。弯片，第四个动作，刷腰，两只手顺伫后背，喺头当个擘圆。今天你来做比态，下一个动作，提膝开胯，右脚头前先两下，第三下拿上来再打开来，第四下拿上来再过来。再来弯脚，头前两下，第三下打开来，第四下过来。听听你，要轻松。下一个动作，步倒翁，两只脚同下向右，同肩头平抬，安尼，哦，松起头前。坐下后背，再来向右，两只脚擘圆，顺时钟的方向。听听你，四分慢咧翘来翘去哦，哦，夹臂张，弯片，第七个开胸。两只手，第八个动作开肩，一上一下。最尾一个动作转腰前后对啦，4分7摆坐下去，两只手头前后背。我哋热身运动到一边，夜晚开始我哋主要运动哦。夜晚嘅动作懒扎衣，我叫用4分坐下去，膝头打开来，对脚尖，坐下去嘅时节4分莫翘翘，竖过来。好，夜晚我哋从对叶片开始，左脚。再过来，右脚数一上一下，下面上面坐的右脚，继续右坐过来，左边膝头对脚尖，4分坐下去，再来两只手变一下，哦，向单高，再来右手右脚竖过来。
我企顿哦，企好哦，吼，师傅莫翘翘。3坐下去，出脚，左转，右手变一下，塞下右脚来。开始坐下去的时节，左手放下来。伊个动作都是叉腰、懒扎衣，哦，到100。一片开始，重心左片、右片，手一上一下，再来左片，两只手变一下，数脚、数数，起个掌，坐下去，出脚，先左转，右手变一下。塞下右片来，坐下去，左手叉腰，懒扎衣，换片，一片开始，右片，左片，两只手变一下，坐右脚，坐下去出脚，先右转，手。变一下，塞到左边来，右手叉腰，换片，慢慢地来，数脚，坐下去，让出，先左片，右片，最尾后。坐下去，两片拢可以做，右、左、右、右转，过来，两片向下做，听听你来。左片、右片、两片都可以做。数目闭眼，慢慢地又坐下去，身体要两只脚。送来送去哦，最尾要坐下去，两只手一上一下擘眼，两片打开来，坐下去，让出脚。愈打愈闹，愈来愈强哦。要注意切头师傅咯。重心要两只脚行来行去，右片、左片，最尾坐下去，右片到左片，左片、右片，右过来左片，出右脚，左转，右片跪去，坐下去。
喺运动之后，咱来做18本身体比较强壮的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向上开合吐纳，两只手打开来，两片到上面，慢慢地下来，过一摆，两片到上面，天天地下来。下来的时节，肩头线不用强耸，再两只手慢慢地下来，过一摆。第二个动作，向前开合吐纳，两只手两片放来，从肩头的位向头前，再过来，两片放来。头前下来，天天呢，下去的时节，4分18坐下去。第三个动作，向上伸展。两只脚合放来，两只手用蛋糕，差不多10秒钟。好，脚放下来，斜一片，天天呢，慢慢地过来，再弯片。过一摆，天天呢，过来弯片。最尾一个动作，弓步拉伸，一只脚头前来做弓步，另外一边的手过来。再来，弯脚弯片，另外一只手反过来，然后再弯片，再弯脚，弯手，再弯片，弯手。头晚嘅動作，大家已學會冇？大家都同線上嚟學新嘅動作哦。日文嘅動作6風4臂，但係咧做動作嘅時節，4分坐下去，膝頭打開來。喺同嘅時節，身體盡量兩隻腳，行來行去，鬆到大，好冇？好，日文嚟開始哦，好，但係對。一片開始，第一咧左手前右手冇踢過，用肩頭平過，好，再來4分帶到左片左腳，兩隻手綁硬嘅左片，再來用左腳嘅力量放起來，兩隻手數啊。耳弓後背，再來右轉，兩隻手對大下鬆，差唔多喺肚時嘅力度好嘅，彎片，彎右手，而前左手過來，綁下右手片。再來右腳向陽，去，兩隻手數啊，耳弓後背，
身体转一下，两只手向下顺下去，都是头前，慢片，左手前右手，四脚坐过来，左脚，身体左转，两只手放过来，再来，左脚，竖过来，两只手也竖过来，右转，再慢片，右手前左手，前倒来，放过来，四脚坐下右脚，右转，过来，一只脚出力，两只手竖啊，你讲腰背，转一下，松一下，两只手莫太大，莫太细，慢片，听听你，四脚坐下去，松去左脚，过来，右脚，慢片。要手臂张哦，慢慢地来，再慢片，左片右片，拢可以，右转。左转，慢片，肩头、腰骨，不用轻松，两个膝头，好，唔好安尼夹上来哈，慢片，肩头，不用轻松，四脚坐过来。坐过来，动作嘛quite简单，大人、小人呢拢可以做。伊咧细细的地方都可以应做。quite多人啊吼，做到后尾开始脚酸的起风来，吼尽量吼坐下去，脚舒好的再做输的动作，脚出好的再做输的动作。脚出好的，再做数。左片右片，画圆。在运动之后，我们做18分身体不用强松的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向上开合吐纳，两只手打开来，两片到上面，慢慢地下来。过一摆，两片到上面，听听你下来，
下落的时节，肩头先不用强顺，再量技术，慢慢下来，过一摆。第二个动作，向前开合吐纳，量技术两片放来，从肩头的位向头前，再过来，两片放来。头前下来，天天呢，下去的时节，4分失败坐下去。第三个动作向上伸展，两只脚合放来，两只手向蛋糕。差不多10秒钟，好，脚放下来，扯一片，天天呢，慢慢的过来，再弯片，最尾一个动作，弓步拉伸，一只脚头前，做弓步。另外一边的手过来，再来弯脚弯片，另外一只手反过来，然后再弯片，再弯脚。弯手，再弯片，弯手，今日教的动作，大家有学会冇？要記得每日同線上強下來運動哦，我的身體同精神也會越來越好。聽眾，我哋下次見。